而第二個讀懂劇本嘅必學技巧，就係掌握主角嘅心理變化。因為主角就係一個故事嘅中心，而主角嘅心理變化係直接影響咗故事嘅走向嘅。而且掌握到主角嘅心理變化咧，可以幫助到你投入呢個故事，從而可以分析到編劇喺描寫主角嘅心理變化到底合唔合理嘅。亢龍羅漢現身，下凡普度眾生。公雞走係咪？好細雞，你哋大家都係女人，點要自相殘殺呢？雞嚟㗎喎！雞都有愛國嘅，仲衰過馬桶。你除咗要瞓低收錢之外，仲要做啲咩嘢？我係話你可唔可以揾個第二份嘢做，譬如話賣下豆腐咁得唔得啫？你當我擺喺門口定係床邊啊？然嘅你講啊！我要你帶我上天堂。哇！你咁好諗頭，我唔要就喺呢度做大眾乞兒。終於俾我睇到你嘅自尊心。我要做一個神仙乞兒。哎呀！激死我啦！激死我啦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唔好嬲，石番，聽我講，重新做人，乖豬。冇可能，冇可能。袁化天，呢個大眾乞兒，攞獎要個大眾，周日昌。好細個，你估你惡定我惡？你係打我唔死嘅，你。睇下邊個惡，睇下邊個惡。死仆街！我一早殺咗你就唔使死咁多人。喺睇完以上嘅例子之後呢，我哋可以見到韓龍對人類有無限包容嘅心啊！但係一次又一次俾狗洗乞衣周日祥同埋狗細野雞小玉激到嘔血啊！但係都仲未放棄佢哋一次又一次嘅忍耐，而直到最後由狗細惡人袁霸天喺韓龍面前殺咗周日祥，同埋奸污咗小玉，再呃埋韓龍嘅金身。而其後呢，小玉喺韓龍面前自毀容貌呢，迫使到韓龍呢不得不陷入一個絕望入面，甚至最後呢失去咗對人類嘅耐性，打算就咁殺死袁霸天，為周日祥同埋小玉報仇。呢種主角嘅心理變化同埋描寫，令到呢個劇本變得更人性化，更加有說服力。而喺做影評或者分析劇本嘅時候，掌握呢一種嘅心理變化呢，亦都係必須要嘅。